对这部地方也是有兴趣的，没有关系啊，想多少算多少啦。那个肥膏素精啊，慢慢素气等那个素气剂到底就是好像是有的，后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。那所以记哈，对比来说，我们看我们中国的数据记哈，一个是反版的，也就是7个一句，7个是，比如说这两个他比方讲，你关这个不如放到手机呢，你当这一些什么一些125年的干哈，7哈。有一些建模，有一些建模是以前教的，这个建出来一些95分钟，很快啊，我连建都很习惯，那能把它设计这个数字记号去布局，但是今年基本上那个动作，那一定要改，因为这是运动的经典传承。这是个有，因为那个你是风景的书其实发现26分刚好30分。每个这个电脑50分，30分，那20分变成20分有一些电话，有一些电话是已经建出来，对不对？这个20分它快一点，不呢，但数理的这个快比2分的快一点，另外12分的快一点，不你讲中国的数理在中间是什么低数比电，对不对？那你刚刚矛盾，你会讲运动。义务是讲离经典的范围，经典的一段话，因为这个经典，你这部经典是从其实讲出来，这里面当你经典的句话，会当讲好听，那艺术里的经典的范围，比如讲，咱什么，凡所有相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见之相，非相即现出来，这是范围。是不是呢？就是我们一直不在效果，效果其实这个第一个在这个层面基本报告，这样是反馈，以这个断句是反馈句，不是整个7分的系统系以前呢，这个是说你经过其中的反馈，那技术技是反馈给到多方面反的了，这是这个意思。不是，咱中国的版本的这个细节完的啦无你咱26分的发现对啊，你里面有在讲西部戏，毋是讲矛盾吗？所以这个当中呢，按解释的，应该咱也不光是欢迎啊，好，这就是，好，放分吧，你分享没有？插花的，插花很漂亮，你看。没有关系啊，谁都可以能够分享，想到有多少？我觉得。然后插花要学时购买这个香花跟土是指什么？是香料，香香。这个有高雄的内底当中嘛咱有一种这涂香料嘛用涂，这涂的代表它一种香料的意思嘛，香料的意思嘛，涂的涂代表一种香料，活的也就是你供养活的一种香的东西啦，香料的东西啊，应该写，那你这个查的应该写的啦，这个到处出来用香料或者。就是香料嘛，还是这个我是嘛，我第二天嘛，既然那个，我是讲这不该讲嘛，我就不去改天了。这个先应该的怎样？好来，我先讲。这是文天鸟，这给文天鸟。给我出去，你给我出去，给我出去了，给我出去了。你有你从那我在家里会变得打用你是天公用到刀的。这个那个数据那他说
我咧讲迄个时间就是迄个以后。以后，好啦，到以后啦。伊到32分，伊完全都掉掉。一切因为地不平，假如人家到结婚，结婚对啊，对嘛不结婚呐，有一些变化，有一些变化，人家就会变出来啊。那是因为当时不理最后建议当中讲政府的这些做法，都是伊来调调，伊来对伊的那个有没有？拢以后的伊到底那个的包装。第五题嘛，其实讲讲，嘛你讲讲这个道理啊，用着化学原理啊，有一些这个一些定律法啊，有为的法，有为的一切法，产生的这方啊，泡一子的，因为这啥，那个泡鞋上面今天的泡啊，就像下雨啊，天天当中不要看着泡啊，这种非常的对如果有边啊，就看落水啊，泡到天花板时呢，他们就把3年去把泡印啊，如果有边啊，就省电啊，那就真的这物件来讲起来，中间稀饭跟不实啊，你改过来讲变做如是观。观如是嘛，这个如是的变观你的自信嘛，可以观你的自信嘛，这是工具的能力。给工具考几个小，这叫做有为法。这个物件呢，我发现只要你化成这个能力，所以你一触为就化成你的能力，有一些变化有影响情况，是影响的这个现出来，你往里化成能力，一些一体有影响啊，色前面现象有影响情况嘛。那个是这样讲，你充分这个肉体嘛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有一些变化，有影响就好在这个肉体嘛。有一些变化，有影响是影响的。你若用这样的用的进发无可能，因为进发就是里面是什么物件嘛，就会变出来嘛。那你叫你完成努力了后，你们看得出来，我进入困难嘛。因为出来我一直做天天的我理解。你不熟悉都不说，起别嘛不能说骗人家嘛。那安当中呢，骗人家掏心人讲的，那别人是爱起掉那个假象的东西，才能够入理。安尼啦所以，咱这些不能，你们看，伊那有在看，伊是说做工呢。研究内容，来，最后一个。他的老师呢，我们底下跟喜欢来做。